Hello，大家好啊！我係置業顧問 Kelly 啊。咁今日帶嚟一個最近比較火熱嘅新聞啦，就係我哋深珠通道一個進程啦。咁就響前兩日，廣東省15規劃之中明確表示咧，將深珠通道列為我哋廣東省重點發展嘅一個項目嚟嘅。咁可以睇到啦，由我哋珠海嘅高新區到我哋嘅前海區咧，全長咧係47公里嘅。咁可想而知係你120時速咧。到我哋嘅前海咧，大概係20零分鐘就可以到達㗎啦。咁早喺今年嘅10月10號咧，中國鐵路設計集團咧以1663.88萬元係中標於我哋前期研究項目嘅。咁重點推進咗我哋嘅線路走向啦，同埋投融資方案等關鍵技術研究。深珠通道作為粵港澳大灣區一個重點交通基建，佢全程咧係47公里嘅，係由珠海唐家高新區接駁於我哋深圳前海自貿區。通車時間咧係由原嚟嘅2小時縮短至我哋而家嘅30分鐘嘅啫。咁區別於我哋嘅深珠通道同埋我哋港珠澳大橋呢個單一跨海高速公路唔同之外咧，咁我哋深珠通道咧係一條跨越珠江兩岸嘅公鐵複合大橋，唔單止有雙向8車道嘅快速高速路線啦，仲有我哋時速高達350公里嘅高鐵啦。咁真正係實現咗1小時大灣區生活圈，而且咧，我哋深珠通道嘅建成咧，唔單止係縮短兩地嘅距離，從長遠嚟睇嘅話係串聯翻我哋珠海嘅經濟動脈，同埋提升翻我哋珠海嘅區域核心嘅競爭力咯。咁作為橋頭堡物業有冇咩推介咧？咁今日 Kelly 就推介2個啦。第一個就係隔離口岸。咁隔離口岸咧係作為我哋國企，同埋咧佢已經係現樓精裝修交付嘅。咁佢係擁有一線無遮擋嘅海景啦，因為佢擁有1.5公里嘅黃金海岸，同埋樓下咧就有我哋嘅濱海公園同埋前環公園，可以作為我哋嘅休閒活動咯。咁我哋社區配套咧，有我哋嘅商場已經係成熟晒㗎啦。咁戶型方面咧係由57平方米嘅一房到我哋130平方米嘅3房，多種戶型俾你選擇。咁佢嘅交通咧，從港珠澳大橋出發，大概係20分鐘就可以到達啦。同埋佢距離我哋嘅深珠通道橋頭堡嘅日橋位咧，大概係10分鐘之內就可以到達啦。響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中咧，佢係潛力非常之大，所以可以考慮下呢個物業咯。咁第二個物業我就推介叫做錦繡海灣城。咁錦繡海灣城咧係都知道，錦繡都係注重於做我哋嘅大盤㗎啦，同埋佢係冇上市嘅。呢個點解會推介咧？因為佢係屬於我哋中山同埋珠海唐家嘅一個交界處。佢由樓盤過去我哋珠海高新區咧，只需要係1個綠燈資格嘅啫。咁佢最重要嘅係佢可以做到低首期，大概5萬蚊首期就可以擁有到深珠通道同埋深珠通道嘅落橋點位置㗎啦。咁呢間樓盤咧就係96平方到我哋116平方，3到4房都可以俾你選擇，同埋佢嘅景觀咧係無遮擋，仲有部分嘅景觀咧係可以望到我哋嘅海景㗎。咁佢嘅配套方面咧已經係成熟晒㗎啦，已經6樓藥房啊、茶餐廳啊同埋茶樓啊已經有晒。最重要嘅係有我哋廣州18號地鐵延長線上蓋咧，落樓就可以翻到去我哋廣州嘅珠江新城啦。樓下就係香港直通巴士翻到去荃灣太子啊。而家 Kelly 就係推介呢2個樓盤咧。如果中意今期嘅視頻，記得點個 like 同埋 follow 翻我哋。